国际新闻来看，以色列甲哈马斯搁继续在战哦，又搁传出讲以色列伫10月把使用美国提供的白磷弹来攻击黎巴嫩南部的砖头，因为国际人道法禁止讲伫贫民区来使用这款炸弹，所以嘛有可能会犯着在战争罪。美国白宫哦，早嘛针对这事件表示关心。 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，以色列捌伫今年10月时，用美国提供的白磷弹攻击黎巴嫩南部的砖头，尚无造成9个村民受伤，各有4间厝焚烧了了。因为国际人道法禁止伫贫民区用白磷弹这款武器，以色列行动恐惊是已经犯战争罪。按照美国白宫甲国务院11日讲法同款，拢表达关切。 Seeing the reports, certainly concerned about that. We'll be asking questions to try to learn a little bit more. 因为白磷弹接触到送数了后，会以1500度的温度烧起来，产生真侪高烟。白磷弹的化学物质，会对人的皮肤甲腹内器官造成严重伤害，甚至是会危害生命。人权观察组织捌伫2009年指控以色列，讲苏当时伫加沙22天的冲突当中，都有用白磷弹。按照以色列2013年宣告讲要停止使用这款武器，不过华盛顿邮报记者比对10月伫黎巴嫩砖头。 白磷弹的壳，发现讲竟然和2009年的生产号码同款，这代表以色列根本就无照片照行，而且以色列军方阁讲使用白磷弹是合法的。 הסיפור של הזרחן שהופעל בלבנון,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בצורה אחת ברורה, באופן חוקי ועל פי הדין הבינלאומי. 另外，以色列继续伫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，当地人道危机是一直在恶化。有10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代表11飞到埃及的立法关口，要了解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实际状况。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unger is prevailing in Gaza.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n't eaten for 1 day, 2 days, 3 days. This is really a tragedy. 10月7日以下冲突爆发到今，以色列超过1200个人死亡，各有130个人质伫哈马斯的手头。按照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8200个人，当地有190万人有路无厝。联合国大会12日要针对加沙停战，搁开一届紧急会议。按照沙特大后面峰会嘛要起稿，加沙停战的议题嘛继续来讨论。公司新闻，警官请编译。